日前一大清早，香港小姐嘅外景主持阿叻哥同埋崔建邦就同埋最後10強嘅港姐一齊飛去泰國嘅蘇梅島度拍攝為期8日嘅外景。由於事前係唔知道有記者在場，喺機場度見到一眾佳麗個個都好鬆懈，全部都現晒真身啊！當中陳潔靈嘅走樣程度就最犀利，除咗啲暗瘡現晒形兼唔上粉之外，你睇下佢拎住嗰2個袋啊，咁樣嘅造型成個師奶咁，點樣代表香港啊？距離決賽嘅日子都唔多噶咯，你有冇方法可以打救下你啲皮膚呢？要瞓覺咯，夠瞓就得。係啊，我諗住陣間上飛機就即刻瞓咯。咁其實應該都，如果今晚可以早啲瞓，咁今晚瞓翻就得。但係你都影咗相咯喎，驚唔驚拍出嚟影佢哋啲樣？應該冇所謂，一次半次。冇所謂啊！唔係啊，都冇辦法，因為其實即係如果休息唔夠咧，其實就一定係會攰啲嘅咯個樣。不過走樣嘅都唔止阿陳潔靈一個噶，朱千雪個樣同樣都係跌晒鍋，而阿湯樂文就化行妝都遮唔到佢嗰對疲倦嘅眼袋。哇！你哋啲狀態咁樣點拍外景啊？今次聽聞仲要着比基尼添噶，湯樂文你有冇積極減下肥先？keep 咗一排 fit，唔知會唔會好啲？係啊。keep fit 有冇 fit 到即係瘦到啊？瘦少少同埋實咗啲咯，因為不停做試up。其實我一參賽嗰陣時，比起我4月啦，我4月仲係以前個磅數就係120幾磅，而家已經110磅，減咗7磅。